他拄仔袂记介绍吼，头一位谢金佑的这个公主，迄就是迄个咱即马台湾商会谢正光的公主。啊，过来的这个张胜杰是咱即马台湾同乡会西区理事长张信行的后生张胜杰，特别来这个所在来介绍一下，吼，大家多谢。接下来，咱这个第二个节目就是钢琴演奏，要请这个，吼，伊介绍。We'd like to welcome Cindy Wu back for her piano solo, Etude in D sharp minor, and Moonlight over the Spring River.
意境的这个钢琴演奏，实在的我们可以值回票价。